喂，德哥，你叫我過嚟做乜嘢啊？梗係世界同你斟下啦，要咁神秘，有咩好嘢斟啊？唔係偷呃改片啊？不過我想同你研究下呢隻蟹啫。我上次喺日本新宿食咧，食嘅松葉蟹成4000 yen 嘅喎，跟住圍咗上嚟成1000蚊港紙。咁我想問你啊，你估一日幾錢？日本都成1000蚊啦，香港打8折，800蚊咯。 800蚊。如果再加埋呢個片皮鴨兩食咧，咁又幾多錢啊？哇，咁樣講，肯定過1000蚊噶啦。我諗住咧就賣398，你估震唔震係嘛？啊，德哥又玩呢套，冇錢賺噶喎。阿優，你知我向來做生意，我都係行蝕先噶啦，先賺噶，係咪先？你唔做呢咁嘅優惠，真係冇人嚟消費嘅，而家咁嘅環境。總言之，你覺得係好震撼嘅時候，咁你應該係做到生意噶啦。各位街坊，我哋金苑而家做呢個 D 餐398，一隻約2斤嘅北海道松葉蟹，再加埋有北京片皮鴨兩食。我做呢個 D 餐呢個優惠398係做1個月優惠嘅啫，係做6月30號止噶咋，快啲過嚟訂台啦，兩位都可以享用噶。如果係做得反應好嘅話，我會遵眾要求會延續落去嘅，到時會通知大家嘅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德哥。